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到。我們當地美濃好山好水，古時候嘅農山啊，特別的有名。也因為有安好的條件，古時候野餐的以來啊，有請咩有後生朋友轉過去家鄉來探索一個農業喎。今日我們就特別邀請到一位強的美濃妹來到節目裡邊，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佢樣板會想到對老輩態度是轉過去美濃的家鄉探索路卡的農業喎。馬上就來分享我們來自美濃的吳小文。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係來美濃的雅蓮公主吳小文。哇，歡迎公主來到節目裡邊呢。小文請教一下，頭頭有講到嘛？就美濃的好山好水，古時候嘅農山特別多啊。能路卡係專門係種一個雅蓮，就是水蓮的嘛。嘿。哦，啊，種一個水蓮係嗰早以前都睇種，也係講係乜嘅時節開始才開始睇種一個水蓮的呀？那爸爸退休係好當中咧。哦，爸爸退休之後才開始啊。路卡之前爸爸退休之前係工作的嗎？還係做其他的工作？就係做稻米啊，然後辣椒之類的。哦，種禾的啦，種其他的。啊，幾時節爸爸讓我想到退休之後，冇種禾的來種一個水蓮哦。因為雅蓮用美濃人有，它一年四季都有，然後又是一個有發展性的，而且美濃的特色。對。我所講，其實爸爸係看到一個水蓮，佢後輩有很好的發展的可能，還有這個潛力，故所上來現在的種一個水蓮。啊，睇種水蓮，這個有印象，應該係很寒濕的時節都睇種的吧？喺脫暑之後，睇國種啦，也係太好之後才開始種的。大學之後，對。我過去聽說爸爸在處理一個雅蓮啊、種水蓮呀，都會師傅嘛。會啊。後續加工其實不簡單，還蠻辛苦的。係哦，那等下好好來了解一下。不過睇下之前繼續來請教下小文，就講，這個因為看到爸爸喺種一個水蓮，對這個對農業的看法係乜嘅？就會覺得現在農業都是比較老一輩的人在做，然後就會覺得，其實農業其實可以靠網絡行銷啊來去發展，就是讓更多人知道，其實可以直接跟農夫買，會是比較新鮮，然後價格又不貴，就不會被一些中間商去抽成。對。啊，你睇看對農業的看法係安尼啦吼，你自己本身咧課呢係讀一個農業相關的嘛？冇。你係讀哪條課呢啊？那個休閒管理。管理方面呢有點產業嘅。自己讀嘅唔係農業相關的課呢嘛？係乜嘅原因幫你選擇講，畢業之後吼，工作嘅都歸到美濃家鄉來，聽說爸爸做一個農業一個部分。因為爸爸比較疼我，他就有先問我說，我要不要回去幫他這樣。然後我自己從小就很喜歡表演這件事情，對，然後所以就是對自媒體比較有興趣。然後我就會自己研究啊，然後去怎麼拍，學怎麼拍片，想內容，然後來自己拍這樣子。對。按你講好來，歸到路卡同爸爸聽書，等於講喺聽書嘅算係行銷一個部分呢，生產還係爸爸在做，就講好分工明確啊。兩個分工都一定的明確呢吼。這個喺歸去之前，爸爸負責的係生產，行銷的部分哦，第二講佢係拿去賣嘛，還有請人去做一個處理販售的這個部分。那時候還沒有，因為那時候只是因為我大學還沒畢業，對，所以我就是先從經營粉絲專業建立我們的品牌形象。你睇你歸去之前，爸爸都出家哪些市場會賣安尼嘛？就美濃拍賣市場。對。你路卡種水蓮種面積有一台發的呀？沒有，3到4甲而已。3到4甲而已，不是30-40甲。某一天啊，我談講更加水蓮的發展一定的吼，有幾多年種面積越來越大呢？你們自己會有一個想法嗎？有在目前還在慢慢擴展，對啊。你們那個行銷吼販賣部分啊，國內市場為主，還是有更加有講外銷的部分啊？
我們都有出餐廳，像那個高雄最有名的就是老信台菜，還有永興輔導，因為我們的客戶，還是以滾女的傳統為主啦，吼，啊，不過我們攏佇講神善麵同杭州的麵吼，失敗無相同。那加上爸爸算係較傳統的老一批的，算係後生朋友也一批的嘛，啊，我們兩個人在溝通的時間啦，會唔會有失敗？嘅意見無相同啦，也係講有兩辦相處的火花，我有冇？有哦，像我剛回去的時候啊，就是要先從那個了解過程開始嘛，然後這時候就是開始要建立品牌形象什麼的，然後就會覺得哇，我去在那邊洗夜聯，洗完還要下班回去，就是開始經營網絡市場，要想着，我到底要發什麼東西？因為對我們來說就是很稀鬆平常。對，可是對別人來說可能是比較特別有趣，但我們都沒想到那一點。對，就會覺得好累，他就會覺得說，我都已經建立品牌，怎麼都沒有人看。對啊。哦，你想講，我有發乜嘅資訊上去，結果你冇乜嘅反應啊。不過開始看到你們的粉絲專頁當中有過多嘅樣片嘛，啊，你們這個替拜哦，想要拍一個樣片的時候，爸爸係乜嘅反應？他說：“我好像在亂搞什麼東西啊？”有沒有黏我？是沒有啦。他給我的發揮空間很大。果然爸爸還是最想摸的啦。你用辦去總結都冇乜嘅意見，但係古來經營都更加啦，有同爸爸發生過最大的沒講衝突哦，就是說意見最分歧的有冇？如果佢絕對唔想做一個事情，你有經常去思考那些呢？像外銷，對，有時候會因為價格的問題，他會覺得說很麻煩，對，但我就覺得，以我來說，我就會覺得這個是新的一個機會，我可以去嘗試看看，可是他就會覺得說，好麻煩，對。爸爸就想講，其實更加已經關於問題的啊，已經按呢，唔是特別講可以咩的外銷，因為外銷的話可能又還可以省下嘛個認證，又有嘛個一些的流程這樣會更麻煩，某一天買的錢又冇嘅比人的觀念很多，如果麻煩安尼，你很用辦去說服爸爸一件事情，比如講你的意見冇相同的時間，就還是會跟他講道理，然後他可能自己後來發生後，覺得我講的是對的，他覺得說。好啦，這樣子。我就說好啦，那不用吃過那些。我就說你看吧。如果講最米可能還會拿出一個手段，就是摸也才有辦法的。如果你再摸同來跟人都摸，唔會答唔嘅哦，就不理他了，對不對？果然哈，按你講好了呀，其實幾來嘅時間，你有一個品牌嘛，還係講幾來之後有整理一下講啊，想要成立一個品牌，還係對一個基礎可以是整理一下，幫這個品牌做一些規劃呀，對。因為一開始爸爸先幫我們的夜聯取一個名字，對，他就只有到取名字，然後後面想說他取的名字好棒哦，就是叫美濃好夜聯人家，那你講快一點就是好雅啦，對，就是有點那個諧音，對，我想說哇，那我就是可以把這個名字啊，建立品牌，打開知名度，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在種植水蓮。對啊。幾多路卡頭，為到一個品牌重新規劃之後，做為哪的事情啊？那有推出那一日農夫，對，然後讓大家去體驗，然後那個，因為最近很流行親子同遊，對。就等於講，去普遍呢，先想到人家注意之後，就講，人家有種雅蓮、種水蓮啊，我做嘛跟水蓮有哪條？因為有可能會透過人家的體驗的發通，來到現場，去了解嘛，安尼嘅話，這個體驗樣片，你睇收給嘛個呀？還有印象嗎？我們那時候是趁着那個流量，就是先從搞笑啊、跳舞的風格先去吸引目光。對，因為青蛙裝在我們那邊是蠻特別的。因為農業用到青蛙裝就只有水蓮會用到青蛙裝。對，我們先用一個特色，先打開那個大家的那個觀眾的那個印象。對。你這個有比較過，真是有個樣片出來之後，有增加一多年去注意嗎？我們粉絲本來就是可能親朋好友連300多，到後面可能到1000啊、2000這樣子。
算是真的有一個流量呢吼。啊，再為這個調到前面的時間有講到，這個透過課呢係屬於休閒產業一個部分的嘛。除了畢業之後就馬上歸來，還係講有去從事其他的工作過。有，我剛回來之後，我先大概了解，之後我就回去出去外面工作，對，就大概了解一下現在的市場是在做什麼。對，做過其他的工作，你挑戰要其他的工作，對你更加歸來經營一個品牌有冇個幫助嗎？像是更怎麼知道怎麼拍影片，跟觀眾想要什麼流量，對，想要看的東西，然後都去嘗試看看。對。不說講，其實你對前面的其他的工作，等於講係打基礎，唔係講哎眼前在去前面的工作來度過這個時間，唔係你係遇到後面的經營，我等於講重新去學習一個事情。按幾多路卡轉過來之後，甚至於講還有去學其他農業的經營啊，也係講上其他的課程咯。我有去台大，目前在台大上那個農業經濟系。哇，對，在討論那個經濟價值的部分，因為我覺得水蓮很有經濟價值。對，因為只有台灣就是只有美濃才有。對。嗰時候講這個為了這個一個品牌，為了一個產業，含許多台台去做一個實施一個部分，安尼台北美濃那邊安尼兩邊安尼就唔會規模限嘛。很累啊！我所講等於講，更加都真的是從個調價經營，有可能一下又去台北，更加經半夜又會來到美濃安尼。觀眾朋友，唔看人哋小公主規模限呢，呢度我聽說爸爸經營這個然後家鄉的農山哦，佢還去貼喺後續樣板推動一個行銷，但係行銷一個產業真是很簡單嗎？也係講其中還有樣板神奇的故事呢，莫走開哦，等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說我係樣板幾多路卡來探索今年的水蓮的產業，但係呢，今年的產業、今年的品牌在經營過程之中，還有遇到乜嘅困難，也係神奇的故事呢？繼續來請教一下小文咯。小文，頭先有講到啊，唔同在做一個推廣的時節，一個水蓮啊，應該係幾多年攏第一種嘅農產品吧，係咪？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水蓮其實是種在水裡的，他們就以為在土裡這樣子。對。啊，一個時間我會用乜嘅方式幫佢哋了解講，水蓮佢一個生長的環境啊，生長的過程，你可以就將我當成是顧客，你來介紹一下好嗎？我就會先開始拿照片給他們看。我們其實水蓮一開始是種在土裡，就像有點像那個稻米插秧一樣，就是先插之後。然後再開始放水，慢慢去生長的。對，所以它也是生在土裡，也是生在水裡。對。有些擺像人哋講嘅烏嘅腔樣，烏嘅唔係講種下睇嘅泥地背嘛，其他啲田地背會淹水嘛。嗰時候講人看到樣片地背，一般來講很像是種在那個魚塭裡面。嗰時候唔係嘅係好細米水在暗沉咩，一塊是它都水冇暗沉，係咪？嘿，它要慢慢生長，因為它是吃那個太陽光合作用去生長的，對，所以你如果一開始水就放這麼高，它沒有它就只有長這樣子，然後你放那麼高的話，它會給它拉傷，對，因為揠苗助長的感覺。還有一個原因哦，你冇講人都唔掂，本來想講，佢插下去只要水飆下去，佢就自己會產出來嘅。沒有，它要慢慢一個階段性成長的。你水蓮一個農山啊，佢種下去之後，一久的時間佢可以熟上啊。夏天大概2到3個月，1到2個月，然後冬天是2到3個月以上。對，差幾多的時間呢？不過按你講起來，其實一年四季都可以熟，但係呢，有分講熱天的更好食，也係冬天的更好食，佢一個油有按你的差別嗎？夏天的那個莖啊，它比較粗，對，就看起來也比較好看，然後也比較脆，對啊，冬天的就會比較細一點點，就會比較有點爛爛的，
哦，佮說講看風咧，佮醬佮粗獷誒，吼，看到底講很熱甜誒，啊，佮油誒啦，可能佮佮無按醬誒，如果喺冬天深山咧，又有一個差別。但係啲米土啦，也講口感當個可能無差太多，係嘛？嘿，都一樣，但是都一樣脆脆的啦。所以你哋這個路卡吼，我名嘅有一個品牌之後，你哋這個誒水蓮同其他米農誒水蓮有冇個無共用？也係講你哋這個有冇個特別的特色啦？也係講精神，吼，想要寄託在一個農山地背。我們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炒了比較不會容易爛。哦，對，因為很多人就是他們，因為大家也都不知道怎麼炒。其實一開始是要先把料炒好之後，再炒水蓮，水蓮就是開大火，大概20到30秒。但是我朋友就是也喜歡吃水蓮，對，然後我就給他們，然後他們就說我們家的比較不容易爛。所以上桌之後吃下去還是有保有那個脆口的那個口感。據說講，也個水蓮啊，能路卡都主打都一個新鮮嘛。水蓮也種誒農產機會特別用到一個農藥嗎？我們其實不太會用到。對，你如果天氣好啊，環境好，就不太會用到。就可能會如果會噴，我們只有前期剛生長的那個時候會噴，然後到後期就是讓它自然生長。其實用冇多嘛，跟農用咧，都用肥料啦。肥料。按你講到一個皮料，除了一個皮料同農藥之外，它會有特別的病蟲害嗎？有，但是我們都也是盡量沒有噴。對，然後所以很多來體驗的朋友就說，怎麼還有蟲有草這樣子？對。所以講，你們等於講也是相當於蠻自然的一個環境，幫你生長啊，那。你頭都講到一個行銷的部分，小朋友講到嘛，有幾道嘅傳統同能聽，也道嘅傳統啊，迄幾年就請人，還係自家去拜訪幾人講，你可以吃看那些人都開水蓮，係安尼嗎？哪一種方式的？我最一開始的時候，就是也是自己當業務嘛，就是。也是拿着我們家的水蓮，這樣挨家挨戶，就是一間一間慢慢問，然後就是遞上名片說你可以試看看，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聯絡我這樣。一家一家的走哦。對。你在走一道商家店家的時候啊，你就遇到某個朋友印象夠深的事情嗎？有的你可能連看都唔看，你講冇謝謝人哋唔會，還講佢會同阮講過詳細，要個用嘅炒人哋地波有冇個特色，像按囉嗦有冇？我印象蠻深刻，是我比較幸運啦，就是像熱炒店就一定會有水蓮，然後那些師傅啊，就是可能看我比較就是年輕，然後又那麼親力親為，對，然後就說看我的品質還不錯。然後我們價格也比那個菜商便宜，就說我們可以試看看這樣。那想到一件事情就講熱天來講，其實夠粗獷嘛。不過水蓮的保存，用板保存夠好。你看像安尼，比方說更加安尼，加室溫這樣子放是可以的嘛？還是講有特別的處理？我們採收完當天的時候，可以放常溫1天，但是不能直射太陽。對。然後你收到之後，就是放大概冷藏7到15天。對，溫度要夠，不能就是你冰箱太滿，然後還放7到15天，還那個溫度不夠。對。不過我有讀到講一個情形呢，就以前我看到有一年那個水蓮不用醃皮之後，唔係講唔係講黑幾不用醃皮的時間，裡面本身就有水汽還是怎麼樣，到後面的時候可能還放不到頭都在溫宮7天這麼久，給你的底部水汽就很多，就開始爛的。那這種時候，我們用板處理，放進去之前要怎麼處理會夠好啊？我保包子呢，也還講出夠嗆一些。對，它有2種可能，一種是它品質本來就是不是那麼健康，對，然後第2種就是你可以把它拿出來，然後報紙。對，用報紙包起來，它可以放更久。吸收幾多餘的水汽啊。對。按你那水蓮啊，按好一個農產品，其除了用炒的來之外，你自家路卡還有哪道比較說私房的料理嗎？炸野蓮用泡的來，用炸的來可能來講，用完給按油呢，細一條用完炸。就是先用麵粉嘛，就是那個。麵糊之後，就是把水蓮也是切斷，然後再就像那個炸那個天婦羅一樣，就是一坨這樣下去起來，一坨下去那個油鍋，對，然後起來它就是那個天婦羅。
按你時間上按用慢去控制啊，因為有的東西可能在雖然佢本身的口感，按你切口感佢都冇的啊，差不多會炸一嚿啊。麵糊熟了就可以了。哦，對，因為水蓮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快就熟的蔬菜。對。我嗰種人路卡係用破的咧，有個私房料理可以好烘來呢。人自家睇多有個行程吼，除了自家去拜訪有個客戶之外，人們去做一道會，人講嘅市集啦，吼，其他發動批發嘅現場嘛，會去跑這些市集啦的市場嗎？目前沒有，因為生鮮它比較難保存。像現在天氣這麼熱，我們如果拿出去外面，它很容易就壞掉了。對啊，我不像水果那麼好保存，它可能可以打成果汁，但我們的沒有辦法，它就是這樣。對，會悶壞。哦，按你行銷一個方面的話，即係我自家除了用講明路紅吼，自家去拍樣片去做行銷之外，有其他的像平面媒體啦，或一般的那種其他的媒體去同人做採訪，也係講安排人去上節目等等嘛。之前我上過那個華視的那個一家之主，對，就是料理客家節目啊。對，然後也會有一些像之前就有日本的 NHK 來採訪。對，還有目前最陣子就是那個新加坡的，對，他們就是想要主題是那種產地到餐桌，對，所以想要了解水蓮的生長過程，對，它到底是怎麼生長，跟怎麼採收到到一個包裝這樣子，對，像一道節目啊，我去訪問人之前，其實係用辦同聯絡嘅呀。像頭都講嘅 NHK 日本的呢，今年喺用辦同人聯絡啊，今年到現場之後會唔會有語言上溝通的問題？他們有翻譯，那個台灣的節目組跟我們聯絡的。迄種人嘅今年有碰嘛嘅嘛？也沒有呢。還有人今年迄種嘅一聽問人去投籃啦，然後帶一個導覽或什麼的都沒有嗎？就是大概看一下這樣子，然後就是體驗怎麼採收這樣，大概他們了解一個過程。還可以去參加人哋一日小農夫嗰種嘅體驗。對。嗰種人哋也去體驗發種一定嘅想念呢，連日本咧今年都有談到也來體驗過。按你咧發現自家商業嘅媒體來講，嗰種人來參加一個一日小農夫，他個一張年底會不會有一多團啊？不一定呢，因為現在還要去上課，所以就是預約的那個有被擋掉很多。嗰種一個體驗嘅發通行喺體附近，爸爸嗰邊個模法都好處理。我比較可以跟，因為爸爸會緊張啊，他比較就是內向一點，他可能對客人比較內向，會覺得有點緊張啊。但我對客人就覺得，像在對朋友一樣。對。觀眾朋友。連電視台日本的電視台也該有興趣，一日小農夫嘅體驗發中都在底部係乜嘅內容呢？等一下休息一下，讓人繼續來參加下新聞咯。大家有試過水蓮，但係一天冇摘過水蓮，錯冇？到底我哋嘅水蓮應用辦喺蘇省啊？底部有乜個要注意嘅事情呢？今日來請教一下小文咯。小文，你能推動一個一日小農夫嘅體驗發中啊，好好同大家分享啊。到底你哋嘅體驗發中同其他人家摘水蓮嘅發中有那種唔同嘅部分，好冇？我們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從田裡到後續加工一整套流程都讓你體驗到。對，辦公你可以好好同大家講一下你的步驟好嗎？就是這個流程的步驟。我們一開始的話就是先到工廠集合，對，我們就會先幫你挑適合的青蛙樁，然後我們就會坐着我們的貨車去田裡，對，然後就是準備下田，對，然後再來我們就是開始採收嘛，就是讓你們。甩看看我們的水是跟那個健身房的戰神一樣累，對，就讓你們做個運動一樣，對，然後大概採收到一個程度的時候，我們就會回工廠再繼續做後續加工。那通常後面後續加工都不太會有人體驗得到，因為大家都在田裡玩得很開心，捨不得起來。對。整個一個流程體驗下來差不多1個月時間。大
概2個小時，因為還要換洗衣物。對。哦，安尼，看那個那水蓮的田啊，小到前面有講到嘛，叫做飲水中嘛，那個水看起來都很深誒。然後你安尼下去青蛙莊做下去，會不會有你安尼可能身高不足啊，變馬一之後就直接沒檔誒？我們那個採收的時候，水會放掉一半，就大概到我的腰部這樣。哦。對，腰部或者是可能比較矮，就會到我胸部這邊。但因為你要彎腰下去拉摸到它的根部挖起來。所以還是青蛙帳還是會吃掉，對，所以還是要請大家換來，就是帶一套衣服來換。哦，錯啊，因為有時間可能在浸下去的時間，那個水就會從旁邊的縫隙那流來。對，我們也是傾向叫客人不用穿，但是大家就想要穿那個青蛙裝，就是有一個那個感覺在。對，其實做起來的青蛙裝底部應該。就像我們穿個雨衣一樣，會底部會清洗，怎麼會都也就算沒有水跑進去也是會濕掉，對不對？對，哇，大家都好看用的。真是啊，你這個有印象體驗個歌唱之中啊，有個國體配的年號嗎？我們其實最一開始為什麼會有這個體驗，是因為老新台菜先跟我們叫貨配合，然後他們公司也是注重就是綠色蔬菜，對，所以他們就有問說我們可不可以來了解或者跟體驗，然後那是我們的第一組客人，對，就等於說我們這個來衝送哦，就是他們不算是來體驗，他們等於是來做一個踏查，對，那個交流一下，對，然後之後才開始慢慢有去接客人，然後或者是接一些學生導覽這樣子，我們也有純導覽，對，因為怕有些就是。小孩子身高不夠，對，他就至少也要155公分以上，不然就是太矮的話會就是整個滅頂。就算你穿着青蛙裝，我們已經露到一半了，它還是會滅頂。對，錯啊，新聞啊，額外打個岔，強調啊，如果我們看到幾度的個景觀名錄風的樣片啊，講採收也個水蓮的時間，幾度的可能看到點在晃來晃去，就像你說的這個甩那種戰神的感覺，該這麼個按來分來分去呢？因為它完整的時候是會有葉子的，葉子跟一些不要的那個爛掉的地方，我們就是會甩一甩，讓它比較可以更排清，然後我們就開始梳開啊，然後拿刀子切這樣，對，就是甩一個，然後也很漂亮。對。故說講一般來講，我們設到從按呢要個水蓮，也要個衝突，你們有一個標準嗎？沒有我們就是當然是越長越好啊，我們就是可能會更賣錢，對啊，所以就是會說看我這個收成的，如果越長而且都很漂亮，可能都可以盡量的保留下來。對。像因为我們有時候也會遇到蟲害，所以因為我們也沒什麼在噴藥，所以遇到蟲害的時候，可能就是現在看的是這麼長，我們那時候就是可能到這麼短而已。我說講田裡面按那數上烘了，這是第一步。可能回來之後，就是到工廠裡面還要重新治理過，就會看到給到阿婆啦，哈幫 super 幫每個人在底部按呢，就在梳理，那個是已經第2個過程了。對，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稱重包裝，包裝也不簡單。那蠻過。就是像捲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會，我們也是有帶客人就是體驗包裝的過程。就像你捲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會很像漢堡排，就是你也可以大家可以試看看。那個包裝的時候真的不太一樣，跟到那個袋子裡面，我也是學了有快1個月才就是可以包成這麼漂亮。可能都提供一把呢，龜蟲可能它不見得很聽話，一捲就全部捲起來。對，有個人捲一捲給都3個人。對，然後就直接硬塞進去。難怪哦，這是真的是需要一些功夫去熟悉。對，有些技巧，對，不簡單。你規個體驗法通啊，人家講最少要1多年，最多可以接觸1多年，能有一個規定規範嗎？我們沒有規範，你一個人來我也很開心。對，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廣說，我們想讓大家更了解水蓮。對，然後我們其實這個目的也沒有想說要跟你們賺錢什麼的，但是因為還是會有一些。可能你採收的時候會有一些破壞，對，我就是可能收取一些清潔費用這樣子。如果還有一些拜成本，你們規個體驗法中差不多1度，有1度的個錢，費用報名的費用要1度啊。一個人200。對。很好啊。然後解說會給你2包伴手禮一起帶回去，就是體驗
你自己採的，自己採的水蓮這樣，帶回去。其實真快樂呢，你看又有體驗，體驗迄個糖迄個土籃子，還可以帶2包水蓮回去。對，而且還是你自己採的，會特別好吃。這個很超值哎，我覺得。對啊，是哦。你最少迄1年嘛，最多能接過的團體有差不多多年，最多。大概有一個遊覽車的。但是也沒有全部人下去，但應該有10幾個、20幾個。哦，對，就一部分的人都當過看，一部分人下去體驗。對對，因為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是那個算是一個學校，然後它是那種比較注重親子的。對，然後就是爸爸們下去，然後媽媽跟小孩就在上面看，看爸爸作秀這樣。等一下，一般來講，迄細年的親好下去搞水啦，吼，有媽媽給人會停頓，結果全部都是媽媽跟小孩在岸邊，結果爸爸下去，這對嗎？對，因為那個他們的小孩那年紀還不到，對對對，那一批的那一組客人。哦，对。然後想講英雄底座要從親子參與的活動來講，10年的一定全部都是衝第一的啊，怎麼可能小孩子那個？可能他們在岸上看起來是很想跳下去啦，對對，蠻想跳下去的。說為什麼爸爸在那邊？我也要，我也要。這個真的很適合親子在做這樣子的體驗活動啊。除了你能要給體驗活動之外啦，吼，還有什麼能更加還有哪條的規劃嘛？就是針對這個體驗活動有在延伸哦，像是跟農會的活動配合啦，或者是說在像剛剛一些餐廳的合作，就是我們採完之後，一條龍嘛，我們產地到餐桌。產地採完之後，可能請在船堂來做料理。現在有規劃這些部分嗎？我們有帶一組客人，然後他們是4個人，4個女生，然後一個是特地從北部下來，然後一個是從金門飛過來，然後2個是台中下來，他們就是一起開車出遊，就是特地，因為他們也是在網絡上看到。就想體驗看看是不是真的跟那個水戰神一樣累，對，他們就是很要求，因為我都會幫他們拍照，所以他們就很要求甩的那個畫面，對吧？發現哇，真的好累，對。啊，他們體驗完有說啊，下一次我們不會再來體驗，還是說今天訓練的還蠻有效果，下一次再繼續來找一次？有，他們有說下次想要再來一下，對。然後因為他們也是沒有規劃後續的那個吃晚餐的部分，對。我就聯絡，剛好隔壁有一間餐廳是我學長開的，然後我就跟他們說，那不然我幫你們問看看。那因為他們也想要吃到自己採的，我就說，那我幫你問，就是餐廳他們可不可以就是直接炒你們剛剛拔的水蓮，對。那之後也有可能會跟他們合作，然後就是從採收到餐廳餐桌上。對，就是他給高黑子，還有累了回去休息，就剛好到餐廳去這樣子。對對對，對啊。那你除了要給體驗的飯桶有亞種的延伸之外，然後對於要給品牌，你自家的品牌來講，有哪條的規劃和迄想法嗎？就是在問你自家的看法來講，在未來上面，未來我會想要就是研發一些水蓮的新的產品，像現在會有一些水蓮麵包，水蓮化妝品，對，但是就是你看這個風潮過去了，就沒有了，對，然後我就想說可以研發一些，可能是餅乾，或者是因為它是高纖維的蔬菜，對，它有很多一些高纖維，所以我就想說，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益生菌啊，或者是什麼的？按你講了，又可以多好同人的給體驗活動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 DIY 活動了。對對對。你自家有去搶人家，也係講學校有特別去研究講，要的水蓮它的發展性，也係講其他附加的價值上的一些可能性，有一研究要給嗎？還是說你現在做的特殊的研究？對，現在就在研究這件事情。對。你有傾向是說會去跟老師討論這個事情，老師會給你什麼建議嗎？他會跟我講以前，因為我們也是有水蓮的學長前輩有去念，然後他就會跟我講他們的範例，但是就會想說，那為什麼他都已經有這個想法，沒有把它做出來？對，就是實際做出來，對，就像有點可惜。所以講水蓮更加其他個附加的價值方面，還是比較多，還是在食品的加工方面嘛？對。那你除了你自家對一個品牌規劃說，有更多的附加價值的產品出來之外，發通可以配合研究，延伸出更多的體驗活動之外，那你自己對水蓮啊，也係講米農也偏在農業來講，有什麼樣子的期許嗎？
希望未來可以用自己的那個形象啊，然後一些網絡的那個力量去推廣自己在地的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像白玉蘿蔔、陳皮番茄，還有水蓮，然後就是幫一些比較不會用網絡行銷的農民，去推廣，對。你除了這個品牌之外，你有考慮過用自己的一個形象，然後組織一個團隊，美濃在地的行銷團隊去推廣這些事情嘛？因為美濃現在還是有返鄉的年輕人還是不多，對，那目前就是想法合得來的就沒有很多，但是鄉親們還是可以去試看看啦，對不對？畢竟，就是年輕人回來還是算少數，但是有回來總是有改的力量，懂嗎？其實像拍影片的內容，我不一定抓得到觀眾喜歡什麼，對，反正我就覺得先丟了就直接先丟，他們喜歡。那我就可以再研發類似的，對。然後如果不喜歡，那就那我再改進，就是算是一個累積經驗的那種感覺，對。就等於講更加還算係個累積一個經驗大基礎啦吼。過問天的某一天，過了年也到的，你這個團隊都有可能正式開始推出，聽說美濃要個奶奶在做影像推廣，懂嗎？對，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向嘛。未來確實是有想要用自己的名稱，就是當那個美濃代言人的感覺。對，那個水蓮小公主變成美濃的農山小公主，目標放得比較大一點。對。但是有可能的事情，美濃的農山更加來看，真是潛力無窮啊！觀眾朋友，今晡日咱的小文來到這邊咱的小家，大家對水蓮係唔係有更加了解呢？也係講，其實無嘛了解也唔怕哦。前面的時間，大家來去美濃搞了，以前小文今日落卡來體驗一下，一日來摘一個水蓮，也唔會差哦。今晡日呢，再一次感謝小文帶來很精彩的分享，我早講。大家主持人，大家大家歡迎來美濃找我拔水蓮。好喲，大家來去美濃搞了之前呢，請用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